马总统伫咧上述演说当中，讲要打造台湾之盾来强化防空，相关的系统是已经咧设置。咱今年甲美国买对空飞弹，嘛是其中一项计划。有专家就讲，这毋但会当提升咱全空域的安全，嘛会当考验咱是要安怎去整合国内甲国外资源、个武器，增加甲美国军事合作的机会。总统赖清德伫双十庆典时阵宣布，要加速打造台湾之盾。有学者认为是脱离传统防卫观念，包含全空域安全的全面提升，甲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有一定程度的相像。不过，淡江大学国际战略所副教授林英友观察，台湾之盾确成美国提出的金强计划。因为其实以色列的一个铁穹系统，它主要是要去拦截火箭弹，我们可以说它是比较低空的威胁。台湾之盾它会是一个整合高中低空域的一个系统，同样的，它也是会去借接国内外的武器，同时有机会去跟美国进行更多的一个军事合作。根据了解，包括台湾今年对美国购买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NASAMS 嘛是部署之一，透支号上紧今年交付。国防部今日回应蒋总统台湾之盾政策指导，持续购买新式的防空系统。不过，除了对美国的购买，安装整合现有的爱国者天宫强攻飞弹嘛是一项挑战。透过 AI。透过采购先进的直管系统，把这些火力单元做整合，这就是台湾之盾的概念哈。我们重要的盟友，不管是美国或其他重要的友盟哈，事实上都针对这个事情进行了非常多次高品质、密集的磋商。你盾强，人家矛也强嘛。你的飞弹数量或者你的反弹数量，你跟大陆怎么比呢？你差很远嘛。有盾很好，但是呢，盾也不表示就能保障台湾的安全。最重要的是两岸和平嘛，要有沟通嘛，要对谈。那也认为支持建币，暗过强调和平的投资袂使无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以中国这阵仔的军演挑战作例，质疑中国是出剑的人。台湾用盾守护民主、保卫家园，呛中国则是威胁印太和平的麻烦制造者。记者采访报道。